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用备办的心来准备礼拜。大家手机也会当关着静音，嘛是会当用飞行模式来，互大家待会礼拜来顺利进行。多谢。各位兄弟平安，哈利路亚！今仔日天气足冷的，不过不要紧，咱有上帝所赏赐的喜乐伫咱的身躯内底，所以咱一定袂变寒。阿妹吗？阿妹。好，这是咱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做伙起立。咱伸出咱的双手，咱来。欢迎圣神，这是咱安静咱的心。咱做伙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咱用30秒的时间，咱来领受圣神。咱思考过去一礼拜，不管咱拄到什么款的困难，什么款的软弱，总是咱将这个困难、这个软弱交托给圣神，圣神会赏赐予咱教育的气力，会予咱来赢过这个困难甲软弱。圣神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会成做咱上大的倚靠甲力量。哈利路亚！这是咱做伙来共读使徒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甲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备办咱的心，咱用喜乐的歌声来做伙来学老主，哈利路亚！人做袂到的是上帝，逐项拢会，咱用诗词歌来学老伊。我在此的信息，会让你刷高到海。
成就，拢要成就，拢要成就，哦耶！拢要成就，拢要成就，拢要成就，哦耶！拢要成就，拢要成就，拢要成就，哦耶！拢要成就，拢要成就，拢要成就，哦耶！哈利路亚！咱将歌声献予咱荣耀的主。甲你比的人讲，你上帝无做袂到的代志。上帝无做袂到的代志，阿门。哈利路亚！伫21天的禁食祈祷当中，咱为着咱的台湾，咱为着咱的国家，咱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愈祈祷，咱就愈有困难，阿门吗？阿门。这是咱用这首诗歌继续为台湾来祈祷。每一个土地，我相信基督，万主的真理，那更传的偏重。每一个城市，我点比憔悴。万主的我命，领到这的百姓。万全能阿爸天父，万你共同你，万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万全能阿爸天父，万你共同你，万路望甲喜乐，永远在咱心中。每一个土地，我相信基督，万主的真理，那更传的偏重。每一个城市，看见比憔悴。万主的我命，领到这的百姓。万全能阿爸天父，万你共同你，万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万全能阿爸天父，万你共同你，万路望甲喜乐，永远在咱心中。万全能阿爸天父，万你共同你，万颂扬甲悲伤，离开咱的心中。万全能阿爸天父，万你共同你，万路望甲喜乐，永远在咱心中。万路望甲喜乐，永远在咱心中。哈利路亚！耶和华上帝是咱性命的主宰，咱来欢迎伊，欢迎耶和华上帝做咱性命的主，咱跟对伊来领受伊赏赐的福气。主在耶稣，
在耶稣，万米拢主的你，上帝你归乎你，你是因要君王，咱来欢迎君王降临，脚步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流动阮台湾，来兴起阮圣洁的灵志，咱来欢迎君王降临，当心高举你圣洁的名，留住拍开天空，春风不停止，我来喊我欢迎君王降临。有救的主在耶稣，世界的主在耶稣，万米拢出的你，上帝你归乎你，你是高君王，咱来欢迎君王降临，我无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流动阮台湾，来兴起阮圣洁的灵志，咱来欢迎君王降临，当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主拍开天空，春风不停止，我来喊我欢迎君王降临，大大开嘴，大大唱我，阮在那好，阮爱的家，目睭会看，耳孔会听，最最脚步看见你的影，大大开嘴，大大唱我，阮在那好，阮爱的家，目睭会看，耳孔会听，最最脚步看见你的影，咱来欢迎君王降临，若无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流动阮台湾，来兴起阮圣洁的灵志，咱来欢迎君王降临，当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主拍开天空，春风不停止，我来喊我欢迎君王降临。当咱在喊发君王降临，你相信咱的主有降临吗？阿门阿门。伊设立宝座坐伫遮，因为咱用心、用灵、用咱的身躯一切表达咱对伊的尊重，伊就欢喜伫咱的中间。伊不但欢喜伫咱中间，
伊嘛讲，咱两三人奉伊的名组织祈祷，伊就要听，阿门。阿门。所以这时阵，咱要来为着咱的台南新学院来祈祷。伫台南的所在，这是咱长老教会第一间的新学院，这是上帝所祝福的。有真济教会伊的工人、伊的使者、伊的牧者，拢是对新学院出来的。特别今仔日，咱拢是来为着台南新学院，咱求上帝大大祝福这个新学院。是阮伫院长甲所有的教授同工的顶面，嘛，互学生经历圣神的更新，互因伫这个时代有使命来为着主征战好的征战。好无咱呼求主啊主啊三声了，咱为着台南新学院院长、教授、学生，咱开声来祈祷，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主阮奉你的名，这时阵要为着奉你的名设立的台南新学院来祈祷。主，这是你所欢喜的，因为你知影，才要培养你的工人。你过去的日子如何，困难如何，你就帮助因。特别伫这个时代充满挑战的时刻，主你帮助互院长有属天的智慧甲眼光，看见未来要安怎伫教会协助教会来培育属你忠心的工人。主啊，阮恳求你扶持，特别所有的教授，嘛，互因伫真理顶面徛得稳，互因伫价值顶面有以身作则，通祝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有的教会。主，阮恳求你也帮助，而这中间的学生，你的灵甲因同在，互因经历圣神的引带，伫每一日透过读册、祈祷、圣经的话语、智慧，祝福因更较经验，伊是受你奉赐，要伫这个时代来传扬你的真理的。主，感谢你，伫因的中间来显出你奇妙的权能。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哈利路亚！主，阮伫你面前多谢你。因为阮伫遮敬拜的时阵，阮的心充满喜乐，阮较无你会光照，阮也相信你听阮的祈祷，也帮助阮伫尽阮淡薄的困难的中间，会当支持你所欢喜的新学院。祝你帮助伫今仔日阮的敬拜内面，也透过你所忠心的罗卜林牧师来回讲你的真理。通互阮有柔软的心来接受你的话语伫阮中间，真过快乐，真多祝福。多谢你听阮的祈祷，感谢你，互阮有这款的看见。哈利路亚！欢迎君王降临，咱举起咱的手来欢迎君王降临，阿门。掌声而乐为伫咱的主上帝，至高的主，至高的上帝，阮而乐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请坐。即时咱要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马拉基书3章16节。路加福音24章14节到15节，路加福音24章32节，咱做伙来吟。请，然后遐个敬畏上主的人互相谈论，上主有注意听，伫伊面前有一本记录的册，
内面记载遐个敬畏上主、尊崇伊名的人。因伫路中互上帝谈论所发生拢总的代志，因谈论来谈论去的时，耶稣亲身行我来，甲因做阵行，因就互相讲，伊伫路中甲咱讲话，甲咱讲证明的时，咱的心减无亲像火咧度。圣经读到遮，愿上帝的话语成做咱随时的帮赞。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的主日，因方派林启甲牧师来讲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过信仰的轨迹”，过信仰的轨迹。弟兄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摆来到永共教会。感谢大家接纳台南新学院，这间学校嘛是我受装备的所在。我代表学校来甲大家请安报告。伫未开始进前，学院有准备一个请安报告的影片，咱做伙来关心，主来敬国长，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伫遮来收看台南新学院的介绍。台南新学院伫1869年创立到即摆已经100几年久。过去特级的院长老师当过伫这个所在拍拼，互咱看起台南新学院现在的一个状况。过去的一段时间，有遮的建筑物的整修，才渐渐完成。过来教育部立完了后，新学院嘛有拄着真侪的挑战，总是有上帝带领，甲大家带导，拢会慢慢伫遐来解决，来向前来跑走。将来新学院依然有真侪事工，包括伫少子化中间的招生，以及其他的旧的建筑物的整修，甲其他的遮的校园的美化。拢需要咱关心，也毋望咱继续为着台南新学院关心、带导、甲奉献，愿上帝恩典，甲大家三甲伫咧。
我想新行医是起造咱后一代传道人真重要的所在。只有对咱本宗的新行医毕业的，才会成做咱长老教会的牧者。伫即个历史真久的学校内面，确实面对真侪挑战，特别对过去到现在，咱一定有听过真侪叫做男神事件，毋知影咱有听过无？教师的培养的体系无一定真顺利，新学生的信仰灵命的品质，其实是有真大的差别。教育部立案了后，政府的要求，顶一年咱也有听到，咱知影一个教师伫感情上有无啥完全，大大影响着学校。台南新行医156年以来发生大大小小的事件，但是这个事件最后拢会当看到人的反省甲悔改。有一遍参加新行医内面大礼拜的时阵因为大家无和好，所以伫进行到大礼拜的圣餐的时阵，罗伊德牧师就圣餐的意义是人甲人、人甲上帝的和好，爱大家转去，你转去祈祷，你若愿意和好，你才来领这个圣餐。罗伊德牧师就伫大礼拜堂内面，一直到阴暗10点，对下晡较等到阴暗10点学生甲老师一个来领受圣餐。你准备好，你祈祷了，你愿意和好的。我想无完全的人拢会跋倒，但是搁来活出信仰的真实，才是关键。所以咱的信仰实在是真重要。邀请大家继续伫祈祷中来祝福学校，嘛关心来奉献。今仔日要用结信仰的轨迹来甲大家分享。伫讲道开始进前，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伫即个美好的早起，就是你跟我的日子，互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亲近你。虽然阮拄着幕后世界的光景、战争的挑战，总是阮的心灵甲真实来到你的面前。主愿你感纳阮的敬拜，过了圣神伫阮的中间，愿你的话成做阮的气力，用你的话来养持阮，成做阮的供应，感动阮的心，互阮结信仰的果子，荣耀你的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毋知影大家感觉会记哩？伫2004年到2019年，伫即个世界内面有一个真特别的国家兴起。伊兴起了后，伊开始攻击足侪其他的所在，用恐怖攻击的方式。即个国家叫做伊斯兰国 （ISIS）。伊拄啊兴起的时阵我看到新闻内面特别有报道到一件代志，伫欧洲、美洲甲澳洲的青年，因想要加入即个组织呢。有人竟然想要加入因想要加入因。我想讲，这个人是安怎头壳歹去，还是安怎？还是因有较特殊的人格的特质？有一个青年，伊互掠着了后，媒体甲采访讲你太要去。伊就讲，伊看到参加即个 ISIS 组织的人，因愿意为着因的信仰牺牲性命，一定有伊的真理性。因感觉安尼伊讲愿意为着因的信仰牺牲性命，一定有真理性安尼。听了即句话，我嘛想着讲，奇怪，咱的耶稣敢嘛毋是安尼，对无？是毋是嘛是安尼？只是耶稣是出伫疼世间人，为着恢复人甲上帝的关系，但是 ISIS 因是为着要报仇，因为着要报仇。所以佫较深来思考，欧美国家毋是拢是伫基督教文化背景的所在嘛？为虾米因会想要加入即个组织？我伫台南西洋医读册的时阵，有一个德国的老师叫做贝蒂娜，伊伫德国牧会20年。伊讲德国教会会员人数若是差不多2000人的教会每一礼拜差不多偌济人来做礼拜，大家要要看觅无？在职会员人数2000人我的教会在职会员人数99个，来做礼拜差不多7、80个。我毋知影永光教会安怎？我想嘛是真济，应该嘛是真济啦。德国2000个人的教会，即礼拜若几个人来聚会，因就做欢喜，要看觅无？偌济？100个，伤济啊！若有50个人来聚会，伊就感觉即礼拜来做礼拜人足济，即礼拜来做礼拜人足济。为虾米安尼？敢甲台湾无啥共款？贝蒂娜老师就甲阮分享讲，德国
兄弟姊妹开始无想要来做礼拜了后啊，因的讲道开始符合社会潮流议题，想要吸引人来做礼拜。因无搁讲信仰的神圣甲特殊的所在，特别信仰内面的神职技术甲圣神的工作，因较少讲，较亲像是咧教导伦理道德。所以，若是教会的信仰变做是安尼，看到新闻内面遮个 ISIS 遮个神的战术，因为着家己的信仰，牺牲家己的性命，活出因信仰的核心价值，透过媒体安尼甲报送。遮尔偏激、遮尔残忍的行为，竟然会吸引人想要加入一个，因为感觉因是有真理性的。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国家，顺着即个世界的潮流，渐渐失去信仰核心的价值，无搁再宣告，无搁再传福音嘛，互人感觉敢若无真理性，看袂到上帝伫倒位。福音本是上帝的大权能，但是当教会开始无传福音的时阵，即个大权能敢会当经历到？我想可能都有挑战。所以，搁较挑战来讲，基督徒传福音、见证基督的心，敢有 ISIS 因抬举教导的热切。兄弟姊妹，咱莫诚做信仰的了尾仔囝。即句话挑战咱，嘛，互咱思考，咱到底敢有活出信仰核心的价值？咱的行为是毋是有信仰的典范？咱的后代是毋是有传承信仰？咱敢有好好教导咱的囡仔爱看重上帝甲听主的心，看重信仰，还是聚会有闲才去就好？学校的课业、社会成就，可能比上帝较重要，会当互因开钱去补习，但是无一定愿意互因去追求信仰的特惠。当来厝里，可能咱会加减拢会讲一寡无好见证的代志，也是服侍内面无好见证，也是教会分裂的代志，也是咱家己无一定有实际奉献。当咱也是顺着即个世界的潮流，顺着咱的老我来生活的时阵，咱拢咧抵挡上帝，将咱的囡仔塞去拜偶像。所以咱一定要学习，诚做咱的后代有好信仰典范，会当学习的人。信仰的真实真重要，甲你边仔人讲，信仰的真实真重要。所以第二摆来分享信仰核心价值是啥物？相信咱拢已经会晓背啊。马太福音第22章37节到40节，咱做伙来读。伊甲伊讲：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耶稣讲：大声爱先听上帝，用咱全部的性命力来听主。搁来是听人，亲像十字架的关系，人对上帝，人甲人。听上帝表示讲，咱爱注重上帝的工，爱全部伫主的面前，爱常常亲近主来祈祷，爱来服侍，爱参加聚会，爱成做上帝旨意的事，为上帝做，上帝就为咱做。天顶的飞鸟嘛无收嘛无种，天父还阁有饲因，何况是咱？咱学习搁较侪来倚靠咱的主，毋是倚靠世界，毋是倚靠家己，爱听主。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35节，讲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对上帝对人的听以外，彼此三听，互人看到，人就知影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就是学习要成做耶稣迄款的人啊，就是向众人见证，这嘛是耶稣的命令。命令意思就是讲，毋是你要做，毋做凊彩。命令是啥？一定爱做啊！命令就是一定爱做啦。所以一定爱做见证，一定爱诚做见证。马太福音28章19节，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咱彼此三听会见证，带领人来受洗伫耶稣基督的名，诚做耶稣的门徒，领受上帝的性命。米迦书6章8节讲人啊，伊捌指示你什物是好，耶和华爱你什物，独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相佮行。上帝爱咱对人伫社会行公义，欢喜怜悯，常常怜悯，关心即个社会所发生侪事，时时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伊，
透过祈祷、读圣经、敬拜上帝，上帝会不断启示、感动咱。伫需要的时阵，咱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甲行动。上帝甲咱同在，圣神会甲传福音的人同在，直到世界的落尾。所以，甲大家分享一个信仰前辈的故事。伊是上帝忠心的奴仆，嘛是我的老爸的母会，伫屏东南边雕仔骹长老教会，雕仔骹长老教会。伊叫做孔乃宣牧师，孔乃宣牧师。伊伫即个庄脚的所在牧会30年，30年。一个牧师伫一间教会牧会30年，有简单无？我想这是真大的挑战。伊牧会30年哦，特别伊是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来到即个雕仔骹即个所在，会当讲是社会上混乱、物资上欠缺的时阵，伫庄脚的所在牧会，若是无到伫收成的时阵，其实会友嘛无法度奉献，所以教会伫经济上嘛定定有欠缺的时阵，无亲像咱现代是逐个月领薪水的，迄个时阵是你有种有收成，有去卖才会当奉献。所以定定有2-3个月，教会无法度互牧者谢礼，但是牧者的囡仔爱注册要安怎？伊就去甲教会的长老来招参详一下，敢会当招伊一寡？伊毋是去甲教会的长老讨谢礼哦，伊毋是。迄个长老就是我的阿公啊，对，伊就是甲伊参详一下，敢会当？因讲讲台语是讲累一下还是啥物？我其实听无，迄是较早前的台语，讲累一下安尼，就是先招一寡，因为需要去注册。过去的教会嘛无亲像即马，可能咱附近应该嘛足侪教会嘛，对无？对，咱附近足侪教会啊，较早毋是啊，较早2-3个钟头较一间教会啊，所以逐个兄弟姊妹要来做礼拜，其实拢爱行足远的啊，对啊，若落雨咧。像今仔日10号，安尼敢好行？可能敢会足侪人无来做礼拜。较早的信徒拢会哦，落雨嘛会来做礼拜哦，落雨嘛会啊行超过2-3个钟头，因嘛来做礼拜哦。无亲像即马遮方便，所以交通无方便，信徒来做礼拜真辛苦。上圣神的感动，牧师讲咱来植堂，咱来去开拓教会，因着开拓南边教会甲新边教会。啊，家己教会礼拜堂嘛会漏水，需要整修。兄弟姊妹，若是安尼哦，咱敢会安尼做？咱的教会哦，若去南边开一间，若去新边开一间，啊，表示讲家己教会的会友会安怎？在地会友就伫迄个所在聚会，敢个会来？啊，兄弟姊妹会安怎？人数会安怎？啊，奉献会安怎？对啊，咱想的是安尼啦。照人的想法，若是要安尼做哦，对教会其实有真大的挑战。但是出于对上帝的疼，甲对会友的关怀，可能宣牧师无计较，伊看到信徒的欠缺，伊嘛是照常来分析教会，因为这是圣神伫内面的感动。虽然教会有可能会因为安尼减少部分的人，但是为着疼兄弟姊妹，为着福音，上帝的国，伊做上帝所欢喜的事，上帝就成就。结果教会开设这2间了后，家己礼拜堂阁整修好个，但是聚会人敢有减少？真特别的代志哦，聚会人竟然无减少个。兄弟姊妹热心传福音啊，伫庄头内面，因为因知影因咧做上帝国的事，咱有听过真侪教会伫建堂的时阵的见证无？就真侪兄弟姊妹真热心奉献，上帝大大祝福伫因的生命内面共款。咱为着上帝讲热心的时阵，上帝大大祝福，结连所有的兄弟姊妹。所以雕脚教会伫因130周年的特刊内面啊，伊讲迄个时阵，教会对老到少年，大家亲像一家人，彼此相听，做上帝讲军队上帝，因拢无烦恼。上帝经济学甲人的无共款啊，上帝经济学甲人的无共款啊，有的要阁互你啊，无的连你所有的拢要摕去，敢毋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一句警语安尼讲：一代兴，二代盛，三代无无明，四代你请我无用，五代咧心明满处经啊！我就是第5代的基督徒啦。好佳在我无心明满处经。即句话甲咱提醒哦，信仰是家己甲上帝的关系哦，
无有第二代甲第三代的信仰，信仰拢是第一代的。咱莫廖准讲，我的爸爸是牧师，我的阿公是长老，我一定会上天堂，敢有即个代志？敢有即个代志？咱若无认耶稣，耶稣伫主的面前嘛，无认咱的。咱信仰拢是第一代的，咱若无认上帝，耶稣都无认咱。咱拢需要家己去经历甲上帝的关系，你要起做甲上帝的关系。咱有听过真济分享，特别台湾早期教会信仰前辈故事、宣教士的典范。咱嘛知影信仰的核心价值是啥物？因活出来真最祝福。咱敢爱继续活出来？咱继续活出来足重要。马拉基书3章16节讲，迄时敬畏耶和华的人三角讲，耶和华暗耳孔咧听。佮有纪念的册写伫伊的面前，是为着敬畏耶和华、少念伊名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因咧谈论啥？敬畏耶和华的人会谈论啥？敢会讲一寡543的？开讲咧讲八卦，敢会？袂呢？因咧讲啥？敬畏耶和华的人讲见证，讲伊灵修的感动，讲造就、安慰、劝勉的话。上帝讲你咧讲遮个话的时阵哦，伊暗耳孔咧听呢。上帝嘛不止伫遐听尔呢。上帝佫讲啥？纪念的册写伫伊面前，上帝甲你所讲的安怎？有记落来无？有记落来无？有啊！上帝讲纪念的册写伫伊面前，上帝记落来哦。伊可能听讲道比咱较认真，佫会写讲道笔记安尼。当咱有一间蒙主温调的时阵啊，你去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会佫一遍甲伊所记录迄本册摕出来，甲你分享讲，我衷心的兄弟姊妹，你伫什么时阵分享什么见证，也有什么人听到，伊因为安尼来跟对我，你是好过尽忠的罗卜，你有关心什么人，你有为什么人做见证，拢总记伫落，拢记伫上帝面前呢。你的见证上帝有记落来无？有无？有啊，上帝有记落来啊。对，上帝有记落来啊。但是若是到迄天哦，咱来到主的面前的时阵哦，结果耶稣甲咱迄本册摕出来了，无啥物件，安尼要安怎？会袂？会无啥物件无？若是安尼，咱要安怎对上帝交代？所以兄弟姊妹，咱的祈祷、分享、见证重要无？重要，耶稣上帝拢甲你记落来哦，上帝拢甲你记落来啊。路加福音14章14节到15节，因三个谈论所经过拢总的事，因咧谈论三门的时阵，耶稣本身cùng我，甲因三个行。当门徒咧谈论耶稣跟我显现伫真侪人的中间的时阵，耶稣就甲因伫地，甲因同在，甲因同在。32节讲，因三个讲努力，伊甲咱讲话开拆圣经的时，咱的心剑无火热嘛？咱定定谈论圣经，心中就会火热，因为耶稣甲咱做伙看、做伙读，不断有新的感动对内面满出来。咱若无讲、无分享，咱会挡袂牢。这就是咧活出信仰。咱即马会读圣经，咱即马若咧读圣经，圣经的作者叫做圣神，伊就会安怎？会甲咱做伙读袂？伊会感动你袂？会啊！你读圣经祈祷足重要啊！咱伫教会小组内面，就是咱彼此分享谈论上帝的所在。上帝伫迄个所在听咱谈论伊，也是咱活出信仰、彼此相听扶持的所在。为着需要的软弱的来代祷，诚做彼此鼓励开力。伫小组内面嘛分享见证，感谢上帝的帮助。然后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听着咱所分享的见证，伊会知影咱的上帝是真够我的主，咱的上帝是真够我的主啊！最后，甲大家分享一位我的亲人的见证，就是我的阿嬷林桂秀兰长老娘。我的阿嬷迄个时代的女性啊。无机会读册，毋捌字啊。伊结婚了，嫁到伫屏东钓卡拿比即个所在。伊真认真参加聚会。当时的教会有教人一款的语言叫做白话字。白话字，虽然伊其他的字袂晓看，但是伊会晓读白话字。啊，当时嘛有一本册印出来，叫做白话字的圣经。可能全世界伊敢若看有迄本尔。
但是伊着安怎？足认真读的啊，足认真读圣经的哦。伊着读圣经、祈祷、探访关心会友，有时阵着去教会，甲当时的妇女团契彼此分享见证来代祷、参与聚会。咱知影咱台湾早期咱上强的团契叫做妇女团契哦，对无？过去上强的叫做妇女团契。因做好传福音，做好关心人，定定出去探访。当时庄头若啥物人因兜出啥物代志，其实大家拢知，所以伊就有足侪传福音的机会，因就少少的大家做伙去传福音。伫家庭内面，当时的妇女其实嘛真辛苦，爱斗做事无？哎呀，做事倒来搁爱煮饭，煮饭了，大家洗衫裤洗了，伊搁爱斗洗衫，拢总无用了，伊才会当安怎？休困对无？休困了就紧困，明仔载搁要无用，敢是安尼？伊用啊嘛，搁跪伫面床头前啊，为伊的丈夫甲伊5个囡仔祈祷，5个囡仔祈祷。伊定定每一工拢安尼做。伊就伫心内有一个志愿，讲伊有5个囝，4个后生，1个查囝，伊就讲要献一个囝，互上帝用，要献一个囝互上帝用。迄个时阵，阮爸是上细汉的。伊就想讲圣经内面调拢嘛调大兄，拢嘛调长子对无？应该是大伯去读新人院啊，结果调着伊安尼啊。搁有伊的查囝伫新人院教册做老师，对。所以上帝的呼召其实是加倍的祝福，毋是干那一个尔，2个上帝拢使用，对。晚年我的阿嬷因为高血压糖尿病中风，身躯软弱影响着心灵，因减少祈祷。迄个时阵，阮接伊来到阮做伙住，因为阮的教会有电梯，安尼是大人较方便。有一工早起啊，我的阿嬷就甲阮分享讲，头仔哦，有一个穿白衫的来到我的面床头前，甲我讲哦，查囝，你哪会无祈祷啊？爱继续祈祷。查囝哪会无祈祷啊？爱继续祈祷啊！因为我的阿嬷是一个祈祷的人啊，伊是祈祷的人。所以当伊到晚年身躯病痛，影响着信仰，减少祈祷的时阵，上帝嘛亲自来安怎，甲伊安慰，咱会无祈祷啊？主嘛咧甲你讲啊，兄弟姊妹，咱会无祈祷啊？爱继续祈祷。这个时代信徒真认真读圣经、祈祷、追求信仰、做见证、传福音，关心所有的百姓。这个时代信徒是甚物款的信徒？就是咱教会基督长老教会培教运动的时代的信徒。相信毋是伫头前伫遮个掌权的人伫遐话，就会当复兴教会，毋是啊？是因为下骹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人拢安怎？有好好灵修祈祷无？有听主传福音无？有啊，因为因做遮个代志。所以当时培教的运动会成功，是因为一般信徒。逐个兄弟姊妹着听主的心啊，因听主的心，对人真实的关心，因代祷守望，培教运动就成就。教会所增加1倍，信徒所增加得要3倍啊！当时伫70年代，政治上阁发表国是新命，咱的呼吁甲人权宣言。所以是甚物款的气力，互当时基督徒有即款的勇气、智慧甲眼光？迄是因为因读圣经对上帝领受的啥？会感动呢，对上帝的听，对人的关心，对因读圣经的时阵所得到的感动，因对祈祷的迫切。所以兄弟姊妹，莫看轻你的灵修祈祷哦，你的灵修祈祷足重要无？甲你边仔讲讲，你的灵修祈祷足重要的。咱恭敬听主的心，拢会当引带咱参与伫上帝伫即马伊所要做的工。现在就是幕后的世代，咱有瘟疫、有疫情、有战争、有饥荒、有地动、有极端的气候。咱活伫一个需要祈祷的时代，咱一定要搁较侪祈祷，倚靠主。这是咱爱做伙来学习，实际听上帝的心，较无甲主相同行，听别人亲像家己。时常做见证、传福音，彼此代祷。当上帝要做工的时阵，咱就会真做甲上帝做伙同工、同心，互上帝使用的器具。愿上帝使用咱的教会、咱的牧区、咱每一个小组，互咱服侍每一个事工，
拢会当结束的果子，互咱正做耶稣的门徒，活出信仰的真实，甲上帝相同行。到迄天咱长头对面的时阵，互耶稣对咱讲：“咱是好果尽忠的萝卜，入来我的恩赦。”邀请大家做伙来祈祷。上帝殿是称作万百姓祈祷的殿，咱也为着家己的信仰来祈祷，为着咱会当听上帝的心来祈祷，互咱听上帝，互咱对人有真实的关心、真实的听，互咱较无上帝的话，常常迫切祈祷。邀请大家做伙出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阮将家己的性命交伫你的手。全因阮人生可能有经历真侪，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总是阮知伫你拢有水的旨意。你对阮所存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主，你无留一项好物无互阮，帮助阮跟对你受起造，成做你的门徒，成做活出信仰的人。成做带落上帝国旨意的人，主，阮的圣神亲自对阮来讲话。当阮伫读圣经的时阵，当阮伫祈祷的时阵，当阮伫传福音的时阵，展现你的大权能，主你教阮伫地，用你的圣神大大充满阮，互阮活出信仰的真实，来成做主你好果尽忠的见证人。主感谢你，愿你继续扶持帮赞，互阮逐工甲你相同行。活出迄个满有圣神的欢喜快乐，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主，伫末后的世代，互阮有稳望。主啊，愿你亲自来看顾保守，阮厝内面大大细细，互阮无一个人失落，乃是会当世世代代来归荣你，做伙伫你的面前，同心服侍，做伙敬拜，来荣光主你的名。主你继续来甲阮同在，祝福阮的性命。互阮哪来哪完全，哪来哪亲像你。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恩典，咱会早起会当直接做敬拜多谢上帝派林牧师，伊将伊的话语放伫咱的中间咱这时阵，咱要来唱一条诗歌，咱来回应上帝的话语。请问请起立，咱做来敬。心内向无爱牢记你的面，一日你会当在阳光显现，别靠心意，伫你是阮作证。望会当达全心伫阮地，心内向无爱牢记你的面，一日你会当在阳光显现，别靠心意，伫你是阮作证，望会当达全心伫阮地。感谢你听我困求的声，感谢你写做阮的满满，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全心靠你活出美妙旨意。感谢你听我困求的声。感谢你写做阮的满满，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全心靠你活出美妙旨意。军队，永无后悔，
谢你，听我困求的声，感谢你，写做阮的满满，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全心靠你，我出美妙旨意，感谢你，永远坚固徛在，全心靠你，我出美妙旨意。主，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提醒阮，互阮更较较无就近你。无论伫阮家己的灵修生活，照着教会读经的计划来进行，也是阮伫小组的 RPG 的祈祷，也是导读的祈祷的训练，主阮拢恳求你帮助，互阮拢参与伫即个中间，更较确切知影，因为阮爱你，对你得到福气，阮就爱捌你的声音。主恳求你扶持帮助阮，互阮不但看重家己的信仰生活，互阮犹原伫教会今年的期待全家归主内面，会当成即个美妙的旨意伫阮中间。多谢你，互阮透过你的话语得到激励，互阮不足的，阮知，阮更加愿意加倍来努力，因为无论伫读圣经、祈祷，阮拢袂当讲阮已经满意了，只有你满意。阮才会当讲主多谢你，所以恳求你继续甲阮同在，也特别帮助阮，互阮搁为着阮所纪念的台南新学院，搁一摆来向你恳求。伫今仔日又互阮用行动、用奉献来表达阮对你听的回应。阮在意你所设立的新学院，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大家以感恩的心、甲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咱酒报内面有这个为着台南新学院奉献的奉献地，咱会当用这个奉献地来表达最上帝听回应。开始奉献。
会众请坐，时间分享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伫遮会当来敬拜咱的上帝，这是咱一生上界大的福气。咱做伙来关心咱教会的事。咱为着咱即马进行21天的禁食祈祷，已经第1礼拜完成啊，对无？吼，所以咱即马来看即个广告的片来。台湾咧做奇妙的事，咱看起伫即个禁食祈祷的内底，看起青年学生因感动着，安那去摸着，安那去吸引，因走向头前，要来为着主愿意献身，要来宣告，要来分别做成。所以各位牧者、各位兄弟姊妹，是台湾的时阵，伫即个今年3月70到3月30有21天的禁食祈祷，咱要联合所有的教派、所有的族群、所有的语言，无分宗派，咱会当三角组织，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看见咱的台湾的教会青年会当兴起，无共款的族群拢会当伫耶稣基督内底合作一。最后，咱会当来完成主耶稣所命令咱的大使命。台湾会当成做向外宣告的国家。毋茫伫即个3月21天的禁食，你会当来参与，是伫你的所在会当有定点的直播。咱毋茫咱所有的教会会当放下咱的无共款的小淡薄、无共款的神学的观念，咱当做伙组织，为着耶稣基督的名。咱做伙来禁食祈祷，然后伫即个3月29青年节的下晡1点到5点，咱要毋茫会当组织台湾每一个所在的青年，包括大人、信徒，咱组织伫总统府的头前，要为着咱的台湾、咱的国家、咱所听的乡土，来到伫上帝面头前恳求上帝的怜悯。好，这就是咱开始有参与咧推萨即摆进入到第2礼拜。咱教会的方式是拜一咱专工来规工3顿，咱禁食来祈祷。然后伫其他的日子的中间，咱会当选择看是早顿、下昼顿还是暗顿。像牧师，阮就选择早顿，拢来禁食。禁食的时阵，就是为着国家祈祷的时阵。咱有手册咱今仔即礼拜有缘会当来摕哦。前礼拜是前礼拜的吼，即礼拜咱会当小组长会分互咱大家小组长鼓励咱的组员来做伙祈祷吼。感谢主，咱教会因为伫2019年开始推RPG 开始咱拢有真侪的祈祷的方式。我拄仔看咱前礼拜小组的回报 RPG 有417个人会祈祷对无吼？佫有导读有525个的导读做伙来参与伫即个中间。这是咱教会上帝祝福咱伫即个世代多变的时阵，咱要安怎会当牵调伫上帝。有即个数字以外，我相信佫较济，总是透过数字伫甲咱讲，是咱拢有参与伫即个中间。阿门。吼，佫有我逐日咱读圣经有无？即摆读到对啊，出来去行到对啊，西奈山对无？吼，行到西奈山吼，要甲上帝立约啊！吼，所以咱会当好好来逐日来读会记逐日咱拢有抄一个圣经节，迄个圣经节就是咱导读。吼，伫小组还是伫个人，咱拢会当导读哦。感谢主，即礼拜拄林迄个牧师来吼，所以即礼拜牧师时间较济，所以我甲迄个逐日爱经文我已经写到6月30啊。我毋是写到6月，我准备到6月30啊啦。意思就是讲，其实我已经读到6月30啊，因为我要找一个经节，一定要读过对无？特别新明记，哇，够歹找，我就是爱找出来啊！求上帝帮助我，所以新明记我读了足透，因为爱读2-3届，开始迄个感动，因为是要导读是要导读用的
所以真无简单啦吼，求上帝，互我有智慧会当继续引带咱兄弟姊妹伫这读圣经内面，咱2年要读一届就照咱教会所规划安尼来进行就对了吼。咱旧年有抄写圣经的，有是150几个对无？咱今年牧师期待会当更较侪人拢参与吼。你有继续在努力无？较大声就好，我较有信心的，有无？阿门！哇，这是真好吼！一年了，咱会当甲装订起来。即摆第几本啊？第3本啊，对无吼？对，第3本啦，继续吼。咱会当好好努力。我想，咱会当2年读一摆，2年读一摆。我甲咱见证过，我的妈妈读几摆，恁知无？54届吼，伊嘛是读白话语圣经吼，一世人读54摆，这是最后甲真正无法度伊讲我无法度读，毋过我阁会当祈祷，这就是伫牧者的顶面，咱看拢有上帝安尼一贯的一个祝福落来，这是足稳定期待嘛兄弟姊妹会当来军队，因为这个就是咱家庭得到福气，咱的世代代会当蒙恩足重要的基础吼。感谢主咱会当做伙来关心吼。OK， 来，咱阁继续来看吼。这是咱的这个核心同工，2月28号去到伫保利的所在吼。这台敬拜赞美对吧？OK。咱已经50年无有核心同工，这届咱有90几个出去吼，感谢主。呀，哇，真欢喜吼！当刚出去了，讲牧师敢会当3个月办一届，吼，我嘛足期待3个月办一届吼。毋过咱教会时间就是真。安尼真煞拍在做即个为着就是要甲福音传出去吼。其实咯，咱阁过来的街头报道是母亲节的前1礼拜，因为咱一年团体出去街头报道，咱是4届，所以咱每一年拢有一款的行动为着这件代志做伙来祈祷。好，咱来做伙读今仔日的读经的计划这个计划吼，到伫今仔日爱读出埃及记20章吼，这礼拜是对20章读到28章，今仔日的经节咱做伙来读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阿门。出埃及记20章30，搁一届要来。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出埃及记20章30，阿门。愿上帝帮赞吼。好来，咱继续来看。来关心，咱特别多谢林牧师今仔日伫咱中间吼，咱拍婆来多谢伊，新阿姨当刚敲电话来讲，哇，本来是啥物人要来吼，丁牧师丁和牧师要来，因为丁和牧师伊的小弟就是伫秀朗做长老。丁长老，伊讲伊较期待去伊小弟遐啦，因为伊对美国倒转来嘛，后来较讲，安尼也是堪林牧师对调，我讲不要紧真好林牧师真解嘛来尔咱拢真熟会同工所以真欢喜，伊今日伫咱的中间好，来继续，咱伫5月11母亲节，咱有要办一个餐会就是过去咱足早10年前，咱有为着这个福音餐会，这届为着特别母亲节所以咱期待会当邀请母亲规家伙咱做伙来食饭，这个地点已经看好，真好咱有算差不多60块桌，60块桌，咱过去有到80块桌即摆空间足歹找即摆咱有算60块桌，所以若是人数够额，咱就无法度搁收所以牧师期待咱的兄弟姊妹优先，咱先来报名所以咱有一个早鸟价，就是3月31进前是500块，若是母亲的有尊荣价是300块
所以若是4月初1了后，就是原价的700块迄个就是照咱就照原价安尼来报名所以其他兄弟姊妹鼓励咱要安怎呢？就是讲咱的小组的组员，伊若有 best， 伊会当迄个 best 永远会当邀请伊的家庭的人来。若是 best 伊的朋友，安尼就袂使佮另外一层，因为咱就无熟悉，安尼就无意义嘛佮遐济人，因若规家伙拢来，咱拢有安排着，每一道咱拢有同工，大家做伙会当分享分享教会生活有信仰见证，这咱拢是咧传福音得用的所以咱兄弟姊妹拢清楚知影这个，所以请咱会记真先咱的小组长来报名。是讲我暂时都无小组的咱大概即马差不多搁1、2成无小组的，袂要紧，咱就咱的干事来报名大概是即个情形，互咱知影咱把握即个时间好，就写好继续咱即个禁食的祈祷这是真特别啦因为即个就是无分教派要来进行即个动机是安怎呢？因为伫美国有一群的牧师甲伊的同工。有特别感动，为着台湾来祈祷2当前，因家己组团来无人捌因，完全无人捌因教会咱无论外教派机构拢无人熟悉，毋过因就是来，因来了，来伫台南，后来就是拄迄个活水教会陈荣敏牧师感觉讲，即群较会家己来，佮要来。为着台湾祈祷，敢若甲因讲敢会当借因的礼拜堂，互因有聚会的所在安尼尔。遮大拢因家己处理。后来陈牧师才有即个感动，人外国人就遐重视伫即个时阵，为着台湾祈祷。咱台湾较无要为着即件代志好好来关心。即个引起的开始起因是安尼所以这是无分教派大家做伙来。咱看迄个陈牧师其实伊的教会是外国的车会来开拓的，伊带过外国牧师娘毋过伊足人讲伊足领养堂，我讲毋是，伊毋是足领养堂，伊足长老教会。你看伊讲台语遐标准对无？因为伊本来就是长老教会底的嘛，所以就是安尼。咱即届会当继续来参与伫即个禁食，真正为着台湾伫即个时代。咱伫即个时阵是真要紧的时阵，咱为着台湾来祈祷。真侪外国的首领拢对台湾足紧张的，咱像拢较袂紧张对无人讲战争可能就随时有可能，毋过对咱来讲像无安尼无论安怎，我相信就是因为有一群人拢在为着台湾祈祷，特别你。特别咱教会拢一直持续为着台湾的安全来祈祷所以兄弟姊妹，请咱来参与伫即个中间然后3月29青年节，咱会做伙去到伫凯达迄搭遐来参与遐个祈祷会明仔载牧师嘛爱去参加筹备会嘛会当更较侪了解遐情况咱有缘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多谢好。所以拜4、拜5暗时9点咱各小组会当组织伫副堂有一个联合的禁食祈祷，咱拢会当参与。这是前礼拜会参加的情形好，多谢。好即个咱就是3月29，咱的小组长带组员，咱去到伫自由广场的迄个牌楼的头前有翕相伫遐咱12点伫遐组织了后，然后12点半，咱会较做伙行去到伫现场咱会当穿马甲衣有领的衬衫，还是教会衬衫 T 恤拢会使咱会当做伙来参与好，有一个就是咱今年青年的领袖营撼动星球的祷告墙伫牧师的外口遐为着青年，因今年因今台有200个青年会当参与甲因即马真早就开始咧筹备为着要互即个咱的青年会当兴起所以有连接其他的教会咱会当做伙来特别伫长老教会内面，咱有即款的连接会当帮衬，特别伫北部的教会咱做伙来，互青年会当性命更较有活力更较有见证
我想这是真好诶吼。所以伫附堂诶所在，因若有一个墙吼，你会当为着写因诶祝福诶祈祷，给搭伫遐来鼓励因吼。即摆大概我看，因最少70-80张有啊啦吼，对嘿。我嘛写3张对无吼？昨营会空档，我就甲写2张吼。这是咱做伙祈祷内面来努力吼。好，来。好咱感谢主，咱咱第19期的4名精神营有13名来结业。感谢主吼，咱因为有新的人来洗礼了，就参与伫遮中间遮个拢是继续会当来努力。这是前礼拜啦吼，前礼拜4名精神营昨是咱的门徒训练营吼，所以这是门徒训练营，昨有9个人来结业吼，所以感谢主互因继续伫信仰内面有好的追求互因更较明白属灵的赞处，这是最重要吼。好，后礼拜咱是329左右服务长的启动当工研习的眺望哈，所以伫后礼拜吗？后礼拜是无？对吼。你无甲我赞声一下。后礼拜嘛哈，因为对，以下后礼拜嘛哈，所以后礼拜1点了后，咱的副长就伫附堂的所在哈，咱来做伙来参与互咱。即届咱的左右愈来愈熟悉嘛会当透过安尼会吸引新朋友来吼，来。好，那第18期的升中班、成长班伫即个拜五开始来开课拢总有10礼拜哈，所以大概就是兄弟姊妹特别爱为牧师来祈祷吼，甲咱的同工吼，因为咱的营会开立了，就是后来就是10礼拜的课程所以。3个月营会办了3个月休困搁过来搁3个月吼，所以一年咱有2期在进行所以兄弟姊妹，请咱为着即礼拜拜六的基督精兵营来祈祷这就是规工的吼，像昨结束了就是要到9点嘛吼今仔日潘牧师搁去外面讲道，下晡伊搁有专题演讲所以这拢需要体力咯吼。请兄弟姊妹继续为着牧师甲咱的同工的拜上来祈祷吼，多谢。好，3月30日咱要召开关怀1部甲2部的同工会请咱的同工来注意吼。好所以今仔日咱的牧师就是去义电部的教会服侍所以求上帝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吼。好，多谢。今仔下晡1点半到4点半，咱的乐团的4团的训练伫附堂的所在，请咱的这团员来注意吼。好，咱伫3月18暗时8点要举行一个国教会的这牧者也是领袖，为着咱今年的撼动星球有一个牧者线上的说明会咱嘛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多谢。好，咱的养亲有活动吼，是4月19。因要有一个运动会真趣味吼因限40个名额吼所以咱无参加不要紧，咱会当去福和公园遐行咧，甲因拍手吼甲因讲因第1名，安尼就会使出去下晡吼拜六下晡咱下昼开始，咱会当甲因做伙伫遐欢喜嘛，真趣味吼。好，感谢主伫即礼拜牧师甲同工有去到伫苗栗为着廖天青弟兄来洗礼天青弟兄伊是秀珠姐的爸爸吼，今年88岁哦我去的时阵看厝里搁有新兵倒吼毋过我感觉伊有准备好所以牧师用1点钟看伊用足简单的方式看伊讲话甲信仰介绍互伊。你知影吗？我为什么讲伊准备好呢？因为摕到耶稣这2字，毋是我先讲，是伊先讲。所以我就知伊准备好，所以伊足欢喜
了后，我昨毋过问伊的孙啊，讲伊迄讲了，阿公的情形安怎？伊讲哦，阿公迄个足欢喜的吼，伊拢7点就困，迄工9点外，佫得甲我回来吼。所以感谢主虽然伊伫苗栗总是对咱有缘为着即个兄弟来祝福，因为这就是咱的亲人吼，多谢。好，咱继续来关心咱教会这个书伫网站，咱拢会当来看见吼。这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来彼此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为信心来充满你，大风浪大热烈大福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你的面光照你，你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上帝祝福你。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好，来，咱要搁对副歌唱吼，咱拢来林牧师讲上帝祝福你哦，咱唱上帝祝福你哦，牧师你爱向后转哦，吼，来对副歌来，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伊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赐大福气。阿门。咱来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上帝大权能的气力引带保护恁，也透过圣神的感动，互恁深知基督的救恩。要临在伫你的全家，各愿圣神引带光照恁，互恁行伫死正的道路，也活出基督的荣耀来。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平安，请坐。今仔敬拜咱接续到这，愿上帝继续引带咱每一个的脚步。I
tonight we put all our faith in you. We say, here we are. We believe.